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， 今日又同大家見面啦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哋頻道。如果你鍾意睇啲令人嘆為觀止嘅改變，又想了解點樣可以練出實實在在嘅肌肉，咁就唔好錯過啦，因為今日介紹嘅主角真係喺身形同健康方面都係一個超級勁人。我哋講緊嘅係一位健身模特兒，無論喺網上定係現實生活中都非常出色。佢個人最引人注目就係佢練得又緊緻又結實嘅臀部，加埋成副勁爆身形，簡直就係效果驚人嘅代表。Lex 每個星期會操練6日，完全係靠住強大嘅自律力，而且佢仲會不時同大家分享佢每日嘅訓練安排。禮拜一專攻大腿後側肌群，禮拜二練背部，跟住再行樓梯大約30分鐘左右。禮拜三主攻膊頭，加埋30分鐘嘅樓梯運動。禮拜四集中練大腿前側同臀部。禮拜日終於可以休息下，實至名歸。就憑住咁樣嘅堅持，佢當然練到咁多實在嘅肌肉，特別係下半身。結果就係一對修長又結實嘅腿，加埋線條分明嘅臀部，令人羨慕到爆。喺社交平台上面，Lex 吸引咗成千上萬嘅支持者，大家都一路睇住佢點樣進步，亦因為佢分享咗好多訓練方式而得到啟發。除咗展示佢自己嘅成果之外，佢仲會曬出學生們令人驚喜嘅轉變。點啊？你覺得佢嘅改變勁唔勁？留言話我哋知你嘅諗法啦。如果你已經訂閱咗我哋頻道，就順手留言支持下我哋啦。我哋好鍾意睇你哋嘅留言㗎。多謝你哋再一次收睇我哋嘅影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